中國日本唔會打交，只會將佢面升空，成個日本就可以剷平。佢而家講我哋國家嘅問題，根本台灣就一定會統一。完全唔同嗰個級數，即係而家美國佬咧就一路嬲緊日本仔，想同中國開戰。兵演之後咧，即刻將所有嘅武器拎走先。所以咧，中國一講琉球群島獨立咧，日本真係腳都軟埋。邊有得打？升空，成個日本就可以剷平。我哋係以威服人嘅。佢而家講我哋國家嘅問題，根本台灣就一定會統一。台灣就一定會統一。嗰個事關日本咩事咧？只要我哋而家啱啱噏下，所有嘅生意同佢停啦，佢都翻去瞓覺啫。個人の観光客がね、マナーの悪い観光客がどっと減るんだったら、これは大いに結構ですね。